一年一度试炼的时刻又到来了。条路用的呀，有先生用的喏，有先生去倒啊，年终两去倒，还有同事好相处么？条干眼红我啊，有钞票打扮么？加班又加班费么？年终奖金去倒啊，福利好么？等候，等着。超哥，等候啊！我们家那个吼几乎天天加班，听说你都不用是公司没什么生意吗？一号，战斗开始。是的呀，搞朋友嘛。亲戚使用婚姻起手式，效果显著。某呢？实验成功回避糊弄亲戚。某哦，没关系的，阿姨也很开明啊，她是有男朋友了嘿。来了，亲戚的奥义杀招，实验使用转移话题。阿姨，你看，我们家阿才最近交女朋友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阿才几多岁啊？阿姨家隔壁也养了一只柴柴哦，长得很凶呢。但是狗狗吼，阿姨还是喜欢小只一点的啦，像吉娃娃。是哎，来，这是你叔叔的大嫂的妹妹的女儿。叔叔的大嫂的妹妹的女儿好。是你阿姨的哥哥的舅舅的妹妹的儿子的阿婆的侄女。阿姨的哥哥的舅舅的妹妹的儿子的阿婆的侄女好。这是你姨丈的阿姨的弟弟的舅舅的妹妹的哥哥的。谢谢哥哥。一年一度的试炼总算又结束了，但一切还没有结束。我将踏上旅程，为1年后再次到来的试炼准备。